最後6天，辦公日曆上，我劃掉了今天，還剩6個空格。老闆年初給的利是封還押在顯示器底座下，那張寫着用心做的紅紙，此刻看起來像個溫柔的諷刺。500塊，3個月，6天，這是我在這間公司的最後一組數字。上司的朝令夕改早已不是新聞。早上定好的方向，下午就能推翻；周五確認的方案，周一又成了另一套說法。我曾想過向老闆反映，但念頭剛起就被自己按下去。一個來2個多月的新人，拿什麼去挑戰一個10幾年的老臣子？職場的輩分從來不是用道理計算的，何況工作本身也開始重複。同樣的報表格式，同樣的流程步驟，同樣的問題，用同樣的方式解決一遍又一遍。我看不到3個月後的自己會有什麼不一樣，除了對流程更熟練，而熟練不等於成長。根據勞工法例，試用期內未滿3個月，通知期是7天，扣除1天假期，還剩6天。其實再撐幾天就滿3個月了，但我選擇在試用期結束前離開，因為一旦過了試用期，辭職通知期就要1個月。既然已經看清這裏不適合我，何必再拖1個月？長痛不如短痛，早點走，早點重新開始。消息傳開後，同事們的眼神裏都帶着問號。你都要走了，還這麼積極幹嗎？午飯時有人忍不住問。我不知道怎麼解釋，積極不是為了討好誰，只是不想浪費每一天。他們搖搖頭，大概覺得我太傻。老闆把我叫進辦公室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手指在桌上輕輕敲着。真的決定了？他抬頭看我，眼裏的失望比我想象中更深。這年頭找一個合適的人不容易。你來這段時間，我看在眼裏，你是個能做事的人。我沒說話，再考慮一下，條件可以談。他頓了頓，加薪也可以。我搖搖頭，說了聲謝謝。他嘆了一口氣，那種嘆息像從很深的地方升上來。好吧，既然決定了，我不勉強你。只是可惜了。我走出辦公室時，聽見他低聲說了一句：公司走寶了。最難應付的是上司。從我遞信那天開始，他每天都有新花樣。第一天，哎呀，我們這種小公司留不住人才啊。開會時當着所有人說。第二天，這份報表做得不錯，反正你也要走了，不如教教新人怎麼做。我忙了，你只剩幾天？冷笑。第三天，這麼準時下班？我對，反正要走了，不用裝了。我聽着，沒有反駁。他要的是反應，我不給。還有一件事，我沒跟任何人提。坐在隔壁的阿姨，這幾天話特別少。今天下午茶時間，他走過來，手裏拿着2杯咖啡。他把其中一杯放在我桌上，然後在我旁邊的空位坐下，比平日近了一些。請你的，他說。我謝過，繼續看着電腦。他沒走，靜靜坐了一會，忽然從口袋掏出一張摺好的便條，輕輕放在我鍵盤旁。這個給你，聲音很輕。我正要開口，他的手伸過來，指尖輕輕搭在我的手背上，指一瞬，像羽毛掠過。有空找我，他看着我，笑了一下，然後站起來，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我低下頭，看着那張便條，沒有打開，放進恤衫口袋。今天是離職的日子。我收拾好東西，把利是封從顯示器底座下抽出來，看了一會，放進背包。經過阿姨的座位時，她抬起頭，眼神裏有話想說。我微笑了一下，沒停下腳步。走出公司大門，秋天的風迎面吹來。我站在路邊，從恤衫口袋掏出那張便條，打開，上面寫着一行數字，不織秀氣 XXXXXXX。我沒有心看。
一首撕碎，碎片落在垃圾桶裏，像一場無聲的告別。不需要記住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打了個電話給太太。我回來了，現在上車，大概半小時到。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聲音：好，今晚蒸魚。我笑了。有些界線不需要畫，也知道在哪裏。有些人不需要說不，也知道該怎麼做。這3個月，有人教我做事，有人教我認人，有人讓我看清方向，有人等我回家吃飯。我把最後6天當成一門濃縮課，文件歸檔的邏輯，客戶溝通的細節，那些我還沒摸清的內部流程，能問的就問，能記的就記。以前不敢打擾同事的問題，現在大方開口；以前覺得跟自己無關的環節，現在多看2眼。學習變成了一場告別前的掠奪，沒有負擔，沒有包袱。其實我只是不想浪費，浪費的不只是時間，更是這段經歷本身的價值。每一份工作都是一個切片，即使是錯的、短的、不合適的，也一定有某個瞬間值得帶走。也許是一個 Excel 捷徑，也許是一次跨部門協作的方法，也許只是學會如何在朝令夕改的環境裏保持情緒穩定。這些東西到了下一份工作都會變成我的。他們可以失望，可以憤怒，可以挖苦，可以不解，甚至可以有別樣的心思。但這3個月的心思不是為任何人，是為了把這段日子變成下一段路的台階，也是為了對得起那個等我回家吃飯的人。